的身旁，为什么我却感到无助彷徨？你笑着要我别再沮丧，少了你，人生更要勇敢坚强。为我写下动人诗句，在这温柔的告别时刻，漫长的无光岁月里，这将是我仅有的快乐。声音是黑，希望是黑，谁都无法阻止我顽强跟着你飞，唱着你爱听的歌。宿舍是黑，未来是黑，就算空气让我们变成一片白色，我也会记得你手心的温热。1947年嘅228事件，記到無人事故本人辭世嘅台灣精英，單單都係南美人。故說啲事件過後，其他台灣阿妹、姑娘、子女，等等就會面對千人無敵嘅種捶心肝嘅痛，同無正常嘅社會形態，韓國愛用喺啲硬健性嘅現實下，堅守耐性來過日嘅難題。做地講，南美人本人辭世嘅，微錯嘅228將會開始，用安樣嘅困難，喺我哋節目地度來探討，小睇伊個過後，對微錯嘅角度來出發，來幫大家看到當年228事件無窮樣嘅歷史樣貌。進一步，我大家看到認真一則事件，其他台灣福下人面對困境又極難硬嘅。第一嘅節目地度，我用鏡頭重新來思考客人喺228事件當中嘅歷史定位。廿多年來，大大小小社會運動，我都盡量參加。我係 PTT 重度使用者，時事嘅議題我都有聽到。身為嘅客家後生嘅，我知道自家異國想哦。唔記得講咧，我係也是要期望阿土。228蘇南學習人士、知識分子、三強團副團長、做動政嘅好人人，點樣都好，我將查到一條資料。對228，我唔知我做得改變乜嘅，一切都也拜入人。發生喺我當初講嘅事情。好了，70年了，也將掛下句點吧。先講到轉來，盲講劉家勇嘅故事之前，先來看下基本人辭世前嘅三強團副團長也上人嘅頭銜，也同中國嘅政治勢力有關。有名有福嘅，我會盡量用 NBA 嘅概念講本堂。20前後中國政壇沒有從 CBA 睇前吧，裡面的主席係蔣主席，總共6期球出來前吧，批評的係蔣主席身兼6期球出總教練，還有中國體制咩？推機啊，我的總統吹，其中的陳立夫、陳國富兩兄弟，體制係紅紅包，連裁判都去假你，第2期係軍統吹，最終係帶領傻傻都吃，連裁判都吃哦。第3期我的三強吹，最終係民族夾拉嘢，體制係向下扎根，誰都該做事。第4期我的正學吹，最終根本斬頭的橋，意思來年發展起來。第5期我的空松吹，最終空上去宋子文馬嘅都談，意思民族的起家。第6期呢，大家還全部出現呢。還有一期啊，我的窮山吹，最終冇出動，不過佢冇打 CBA，就先唔講佢了。
球季开始，总统吹了军统队就打起来耶。不过3强吹过这个还要上，打球十分有力，有参加就可以啦。也系中法吹嘿，正好做功夫啊，系贴床外，啲球员识得东西当中落下药，又好来人才，空中吹就比较大家，本记到样啊，就唔立天飞，唔开冷气，哎呦，记到就真棒咩！此来之去啊，只对一球新年，睇到佢球吹去到台湾，即个开土地连咩？其实就系正好做嘅日军，吹中按到成年，冇想到啲台湾，很快乐呐！咱冇一阵 CBA 太连咩？3强做嘅4种吹中，咩普通人哦？冇注意呢，啥到台湾判处比球员训练样，以上就打烂啊！也下是日到大家欺负咧，虽然系民族夹拉嘅，唔过安尼咩？系个外头冇吓。面对大家如数落脚，将民族咪就讲一句，虽然你都很做难受咧。故说话在后有名嘅台湾3强团太前势，就开始了。讲转刘家勇嘅故事，也团3强生啊，后台人还记得当清楚。刘家勇夹出嚟刘东珠，一讲到家属，还当独服嘅样诶。18日后是要地位，假如是台湾人也冇激动啊，冇买啦。哎，咩国民党那三民主义青年团哦，那组织抢嘅好啦。系照刘东珠嘅讲法，有钱呢就系有钱，因为安呢，刘家勇喺国民政府接手台湾过后，加入为人讲3强团嘅三民主义抢眼团。为了组织就动来抢眼的，咩讲喜欢三民主义，爱认为贴点的，其实根本唔係三民主义啊。日本水家下，刘家勇嘅家族係新竹游泳年嘅大地主，新竹主立新竹中學畢業，咩時去日本留學，用日系話來講啊，就係又高又白又嚴道嘅人生勝利組。教出來就，所以老實講是風雲人物啦啦。對我來講，安尼配件嘅人，有冇按簡單就不能辭世呢？還看咩唔記係？看歷史資料，這樣是主動嘅跑亂，同亞度就8個啥、1000個啥思想，也應該唔會係單純嘅意外。希望對呢樣嘅政治風度啊，感覺到非常唔滿意，非常反感。當中冇天習慣，嗰個民主時間咯，已經有幾多天咯，那個心嘅不滿，失業率89%啦，冇跳路。佢哋嘅講法，本來要較了解做埋這樣事嘅跑亂或咩到安泰，也怕唔係單一事件，係累積研究嘅名言。家屬怕冇想到，不管劉家勇有做乜麼，結局怕到窮樣。你條沙就以美國地哈，美國就講林肯總統紀念堂窮樣，大小都窮樣。不過中國個總統係咩佬林肯總統窮樣，該強國為自家偏向哈。前有法講嘅劉東珠對朴天師早就當有經驗。佢另外一隻身份係劉秀麗嘅親阿哥，咩佢叔伯阿哥。一件事情，愛到劉家勇嘅伴娘梁玉蘭講起。竟然劉家勇愛到梁玉蘭，經過劉東珠嘅也愛牽線，2、3年結公婆。唔過結婚過後，佢都發現自家叫唔出世人呢。劉東珠嘅也愛，除了自家嘅妹嘅劉秀麗，本劉家勇做妹嘅。從社會談妹嘅些是講，我本愛遺傳，所以我仲愛阿爸阿妹，所以我係阿爸幫妹嗬。今年嘅細阿妹嘅，更加早就子孫滿堂。唔過一講到記憶當中嘅阿爸，時間像就轉到草本一樣嘅。等於我爸爸轉來，所以人係男人，男哥哥、長哥哥，人係講到我本愛去嚟讀書，我本愛上班嚟嗬。228嘅故事，老外一直都有起理。不過劉阿姨對佢阿爸嘅信念，我完全了解。因為我係做人冇嘅人啊，我係無法度想象有一日阿爸會唔見佢，我老阿妹會都唔掉毛。對新竹財青報告嘅資料來看，3強團竹東分團副團長劉家勇同團長宋基發係發起3月初1圍攻建樹嘅人。劉家勇第3月4日時停，
不过家属有无同样的讲法。刘东珠讲，怕喺228發生過後，劉家勇出面維持治安，本鐵無注意到。修理阿姨係講，怕係因為家爸跌碎嘅公司嘅期中，才本人報嚴肅辭死。我哋當然證明確實嘅真相，不過舊事件發生嘅事情，本人有動盪嘅想象。照報咩橋嘅嘅咩文獻記錄，三槍團本人聽為咗見偽組織，當局發通對三槍團全台檢污寫。劉家勇怕唔係死啲佢做嘅物嘅，係對中國來嘅風向變咧。劉阿姨嘅回憶本愛當權，冇人有權利不應該寫阿妹嘅面對安尼嘅悲傷。愛當權，唔過我會對萬人發權咯。今日我去找重要嘅素材，修理阿姨當充事哦。我们可以到现场，然后阿姨你去按门铃，他不是也没关系，我们就是交个朋友认识一下。在那种很多的节外生枝或者怎样，对我来讲我是不太易漏见的。修理阿姨嘅反應本來就一下唔對樣嘅，一條紅嘅將佢夾金子起，唔單止安呢。一條紅嘅邊咩？修理阿姨咩唔係半夾拉嘢陳俊講，陳俊好啲。唔過屋企人應該有啲嘅權利啊。故所我哋要聽佢講出來，本陳俊講佢夾尾行一轉。我们现在其实有追代姓士兵，一直没有离开竹东，他其实就是在这边开了面包店。听说是馒头还是包子？我们想请你一起去那间店。你有意愿吗？不排斥，不排斥。我哋先老重建，揾到劉家勇死過後，大家都講有啲相大嘅憲兵，見人就講佢係樣嘅衝殺劉家勇。過後還有啲主動開面包店。修理阿姨當初就聽人講過嘅。當我第一件事情嘅時間，我17、18歲。當然心肝非常嘅壓，也非常嘅恨哦。不過，家下要乜嘅辦法咯？照竹東政治嘅記錄，確實有寫到一隻講法。我當上嘅了解，就順帶線索尋到新竹水情報告，呢度寫定作竹東炮亂發現人呢，就係新竹水情區聯合鐵堡組負責。沿開小組名單。就看到鐵橋組組長戴元發嘅名嘅身份，都好就係憲兵，我嘅樣是大下年輕，一採訪對我來講，就唔係工作，係完全冇起嚟嘅體驗。有樣不係幾下，廿日乜嘅都冇安排。陳俊講青菜妹嚟老白妹麵包店嘅 QT 字，張啲佢係想帶頭家嘅老零沙。家所有的事情，就從佢面面當中嘅安排。是哪一家？面包店有兩家哦，一家是外省人，姓戴的，有一家是姓王的，比較年輕。這隔壁是姓戴的，現在他們走的兩夫妻都走掉了。哦，那家就子孫沒有做。那孩子還在嗎？孩子通通都在台北。用劉太門做就傳起來嘅，我輩表能做朋友嘅家伙。搶做的證明也見頭擺是去旁店，林山印象當中相帶麵包師傅親熱鬧嘅，唔過滿到200。食到退位嘅時先死，挨兩條。228也3隻事，啲報數嘅竹東鎮冇辦法評定事件過程，怕咩下唔好拿出嚟講。唔過對陳俊講嚟講，也係本家屬面對過去歷史嘅體理路。加害者到底是誰？闻受害者的家屬有權利知道。那也希望，我們也不要求說這些加害者需要有什麼懲罰，但是至少要讓大家知道這些加害者到底是誰。修理阿姨40歲嘅人，是拿出動態嘅勇氣去旁店尋相帶嘅頭家，不過冇看到人。喺其實擺唔啲嘅機吼，佢狂嗌聲，我想奇怪就係。佢對我特別狂加機眼樣啊！當然佢睇咗是啲嗌嘅
劉家榮嘅模樣，我也要成年也要結婚咧，很下巴呢一種心肝係很老痛，咪在心裏唔會講出來。老記講嘅親舊，佢總算很帶我哋去前棚店，每張要佢從家下複雜心情。不過劉阿姨行喺無行業嘅條巷嘅。好了，70年了，也將掛下句點吧。大姐要什麼菜嗎？椰菜嗎？干嘢中間整嘅。12年嘅寒天，難得天時啱好，喺到竹東79年嘅劉秀麗，從頭去鬧熱嘅竹東市場買菜。有日，佢準備老奶爺去上巷，看當久唔識見到嘅阿爸，打造出全片嘅三線果子，咪當當去花店買花。你要什麼花？那白色的花一類。16年來，秀麗阿姨對佢奶爺陳俊剛、陳俊豪想了解阿姐公嘅故事，吃到又歡喜又食。感到害怕，不怕他想得太多，問得太多。廿八因為拍紀錄片，秀麗阿姨總算很帶一條奶爺去重鋪。不過，秀麗阿姨嫁人過後，59年冇再來看家爸嘅。廿八咪係兩兄弟24年，頭一擺去到阿姐公劉家勇嘅風水，路巷嘅風景有啲位熟悉，又有啲位生疏，啲前阿爸母貼嘅路巷，很險尋到。是順着那個沿着北二高那個還有那個內灣線鐵路的那條路進去的。你家劉先生係大下輩啊，劉先生啊。都冇簡單，踩順定山路彎，總算到誒。不過想要行到冇遠，還要過行一節山路。以前根本不能，媽媽來的時候，這裡全部是草。三台人騎嚟清舊嘅山呢，總算行到劉家勇嘅長明天，看那個戲，定眼都係數誒清點清。老了。上來來做風水先啊，讀書時。59年呢，再個轉到母體，劉秀麗肯定夾擺風水，書包裝合起來，點冇講話，怕係按多年來嘅思念講唔出嘴，未怕係廿八，希望做得好好，同夾爸講再見。對我這麼重要的人，然後從來沒有看過他的墓，或者也是最近幾年才看到他的照片，是有些遺憾，覺得有一些難過的地方。陳俊剛、陳俊豪兩兄弟各有機會，未帶得奶爺摸嘢下南，希望佢阿豆行卡了解家族嘅歷史。為50歲嘅，爭頭一擺來到阿姐公嘅風水，讓三人嘅心情當複雜。爸爸，因為人哋客家人講家庭係冇嘢做唔得做來掛住，喊50年冇來拜爸爸咧。爸爸你去看，你終身見到陳俊剛，天日都親真好，嚇，一睇嘅心橋溫惠，成日咧特質情怪嚇。從細到大，兩姊妹一講到政治就會嚴格。陳俊剛一切都希望家妹做得勇敢來面對歷史，將做得真正留傷痛變下來。相信阿沙菲係安全呢，唔會從頭擺安呢。其實至少我們並沒有因為這樣子又什麼生活在怨恨裡面啊。外公的事情其實讓我們覺得更切身。其實不想要讓悲劇再發生，就是要知道悲劇到底是怎麼發生。對，為什麼發生？因為這家係一家變單親家庭樣，愛動將愛聲音，又冇該差錯，又冇我常常。我雖然很矮小，不過我當上了作家，萬能的媽媽可以替他當風遮雨，更不願意我的傷心事給他們知道那麼多。
面对过去，刘秀丽老总统抗起来，唔敢去想。陈准讲、陈准好，系用另外一只角度来看228，希望为阿姐讲嘅事情留下见证。要希望彼啲还有人当认真，当想记得嘅故事。也係喺72年前曾經發生喺八堵火車頭嘅歷史。為講嘅本質，會因為時間嘅過去變少嗎？重現也從大家都想唔到嘅歷史，我都希望尋得到答案。頭拄安尼看到有什麼感覺？哦，又看到安尼，佮你看到位樓梯，足恐怖的呢。哦，足呀，足。你出事啊？我家沒出事。哦，是啊啦，還會笑的，還會笑。被嚇到那一瞬間，會腦袋完全空白，很殘忍，就是進來一句話都沒有說，就直接開槍先殺了。然後我剛剛真的被嚇一大跳，到現在還在覺得很可怕。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啊，對，因為真的很恐怖啊。就是很難過啦，對啊，因為那個就那環境嘛，大環境對。蠻驚訝的，就是怎麼會有這種突發事件？來得很突然，連害怕的機會都沒有。對，因為一看到之後，連想要說你要幹嘛的機會都沒有，他就直接開槍了。我不知道怎麼辦，因為這種場面第一次看，可是我真的快哭出來。就是一種驚嚇感覺，怎麼會突然間有人跑進來，然後開槍？很殘忍，很殘忍。講不出，還是搞不清楚狀況。對，其實我不是台灣人，我是因為老公是台灣人，所以嫁過來，所以其實對228事件就更不了解。我剛剛有上網 Google 一下那個228是到底發生什麼。
八赌228不清楚，但是知道有这个台湾有经历过这样228事件的事情。以前可能比较没有机会沟通，因为语言跟文化不一样，是觉得蛮沉重的啦。就是这种事情如果是真实事件的话，然后刚刚我们也重演了一次，那我相信看到的家属他们应该也是感同身受啊。那也希望就是这样的事情以后都永远都不要再发生。其实我个人心里面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我相信他们这些爷爷奶奶的，看到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想起当年他的可能父子辈或是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感觉说自己的爷爷在那个当下就这样子被人家就好像就在这当下就这样被人家打死了这样子，替爸爸他们就是感觉说，难怪他会难过了一辈子这样子。感觉讲拄到迄个国军较无遐凶，较早是真凶。那个阿兵哥就是拿那个长枪啊，对着我们2个小孩啊，你赶快回去，不然要射我们。这个话袂通，你就这样讲，要伊穿起来蹦蹦啊，你讲，还在讲，你就讲。这老爸上班不明不白，安尼全失踪全无。阮细汉嘛也唔知影讲老爸死啊遮严重，为倒去嘛唔知影，一天等过一天，一天等过一天，结果等几10年嘛是无转来，嘛是还搁当作去上班。你们也有发生过类似像6·4天安门？那个也有，但是其实就是可能那边对这个事件也是会就是不会如实报道，所以如果知道的话，可能是通过国外的网站啊一些可能才会知道。觉得还好，现在没有就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对，至少大家会愿意沟通，不会完全就是武力去解决事情。一个时代这样走过来，然后感觉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走到的民主，是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哋見啲嘅相，啲事留現推安樣嘅對話。身為影像工作者，也係我哋做得提供嘅方式。不過也完全冇佢哋嘅體驗，有提供伊哋對話嘅機會冇？答案喺唔哋嘅情感條度。八渡火車頭事件，因為1947年2月28。基隆要塞司令部直屬澳大炮台嘅福隆海防蘇皮區嘅軍人，坐火車而去基隆要塞司令部糧食糧，鐵水房殺同民眾嚴家，都係八渡和上大比賽。火車頭鴉片唔肯交出針眼，要塞司令4分2嘅7日4月8帶定阿兵哥，喺1947年3月11中日八渡火車頭。先衝殺，個觸殺嘅針眼，背面還帶着細微嘅針眼，唔過冇一殺到進來，咩冇人有記到嘅消息。事件講到進來，日本數嘅家下嘅台鐵員工單單都係黑人，對3日火車頭嘅前站長講法中，做嚟了解18原因。台鐵地巴有1度客家人，總人大概有6-7成以上。講拍嘅就係因為客家人較苦耐咯。不過，前蘇南為出家鄉，針對蘇南者李旦秀嘅來嘅李文慶老先生嘅，談到無同樣嘅講法。上作正，你即個後邊即片攏是，嗰個範圍啦，對即個所在，差到街啊，紅樹啊遐吼，即站只有一個人嘅宿舍。照李文慶先生嘅講法，了解到幾樣是台鐵管理基層人員嘅業績係茫茫嘅。不有也兩種無相同嘅講法，做得對一份論文看出來。戰後台鐵日本式嘅員工有5393轉去日本，代替嘅係技術人員同管理人員。日本所謂嘅高薪職缺，戰後就揾台灣式嘅員工補上來。講咗來八渡228事件。也係幾樣是台鐵史上最多人嘅慘案。不過，雖然蘇南者案多，前面都有為出嘅過程，殺都唔順利。小戴，他有打電話給我了，我有跟他說，我說你要來，反正可以。那我不想放電視，我現在還不舒服。好，我會轉達。你可不可以給我個明確的時間？禮拜4早上。
礼拜四不可能啊，他在洗肾呢。一條無天無錯嘅想法，啲外條老蘇南未出聯絡嘅過程中會見出現。講嘅按多年，大家唔想再個講頭白嘅事情。他走的時候才41歲。那時候我們叫阿爸，那時候伊攏甲我舉在胸口，我迄陣啊人就足疼。聯絡嘅按多擺，總算看到學習蘇南家屬嚴重乜子阿姨。唔過，啲嘅笑容當中，才看得到一絲嘅笑意。我大姐17歲就結婚了，為我們姐妹的犧牲，在所不惜不惜。真的講不下去了，真的很苦難說出，不再見了，對不起。阿姨講，韓世家下喺度台鐵宿舍，同站長李丹秀嘅奶爺李文慶、副站長蘇水木嘅奶爺蘇豐富都教強下，年年八發生改變，青米都本人腳出宿舍，同樣嘅情形未發生鐵蘇南者蘇水木嘅無卡人成功。迄陣我差不多10幾個、16歲、17個，伊講這宿舍是副站長嘅宿舍，啊恁老爸落去落啊無地啊，你來搬出來。蘇豐富講嘅外條長弟李文慶係佢讀暖暖國小家下嘅同班同學，今年表3年長13歲，正因為年年84天不卡發生動態嘅事情。阮嘅姊妹，阮阿公嘅老厝吼，就賣掉嘅。我厝內底就講豬啊咯，什麼，攏家己搬去。老李文慶老先生嘅後愛無窮樣。這隻時代還係要動到唔驚時代改變嘅悟性。鐵先生離開過後，已經開啟幾隻家庭。本時代攏叫較講，伊個個性敢若真強哦，真擔當哦。敢若講因爸爸哦掠去的時候無生無死啊，逐項無啊，人啊拍死的騙着吼，騙着講伊就頭殼尾啊甲扭起來看死啊，毋是佫放倒轉，安尼哦。一講起家娘，就講到遊來遊去嘅蘇阿姨，全係對家娘蘇泡面堅強悟性嘅記憶。面對8度4天按到3槍槍嘅蘇南家屬，採訪前無簡單嘅難題。啲臨終乜子阿姨蘇康一種200紀念碑嘅家屬合照後，我發現到蘇南者王貴良家來嘅王傑寶先生，王太國家爸王貴良係8度火車頭嘅調查員。今日唔是上班，要走去出任務，冇想到本人帶走，背面三無小無息。遇到真相，王傑寶先向戶政事務所來查資料。我老爸那是民國30幾年，那是行蹤不明。第2擺佢唔知經過外區中間，過頭資料，佢有新的記載，3月幾號因內急死亡。啊唔對咧，那有這樣代志，後尾啊，一家人去查，去看到阮老爸，就這點就事實證明啦，伊就是被國軍拘留，這個證據。雖然各位國台部為到王太國爺爸嘅事情，都要報出政府調改嘅記錄，不過也大家都看顯顯嘅真相，未揾唔準身邊嘅親人。阮老爸就早死啊，所以阮嘅生活攏依靠阮大爺嘛。阮大爺有國民黨嘅太需要，阮老母就每一工就聽人講家人嘅一個港口，河邊啊拍死攏個鋪起來，攏去港口看，就攏去找無。是阮老母好，我嘛好啊。那想我心，我嘛也個真生嘅。太高朱春賢啲職權家下本人作證就無樣無隻，無起訴書，無判決書。唔過親切嘅係鐵路橋無門過班機化，咩無奈何承認。還較潛進青年嘅城市，成法強用變化安泰嘅，還有蘇南者曾經去嘅奶爺陳鐵雄。我老爸哦，較正久，我無啊，有話哦，無地講要甲三講，對，什麼話攏吞到腹肚底啊。伊轉來了後，咱會扛阮大姊，一手扛我，一手扛阮大姊，差兩個哦，去遐看看。張水蓮本身沒有生，我不是他親生，可是比親生的還疼這樣。阮大爺這樣，我口條初中，迄個生活甲這個生活會無共款。唔想看啊！不過喺記到那3年嘅事件，變到日下來講，規則社會都聽錯我來同記到天數。
不过在70年前，一群富人家同小学的稍微霸顶炮乱炸家属嘅怀命上，避免求生嘅处境，还有一些人都安强嘅心。1807年成立正月25，外头要开始扑嘅，八度火车头苏南家属带着外头族岛，要纪念苏南英灵平清安息。28事件，咱8岛火车站13位员工被国军无情的陷害，希望这个事件，到今仔日为止，莫搁在台湾再搁发生。希望咱也，咱这家属，这13个罹难者的家属，永远大家平安。228纪念碑，要系苏南家属嘅另外一段深记忆嘅里程。代表记得总算咁大声讲出苏南先人嘅故事咧。每一年一摆就来遮集合，约为咧南中部来嘛，为5路来，所以拢约10点到遮等。风雨当中，8度228纪念碑还系几多彩彩，像系对71年前嘅从事变现实。苏南为初，唔会惊，唔会怕嘅精神。面对无彩条改变嘅改变，老寻真相同正义嘅力量，转换到228纪念碑当中，也着家属，真唔是个霸定也痛快快嘅伤痛。你做228口述历史遇到困难是什么？困难有好几种了。第一个，家属很难找啊；另外一个，办活动的时候，情治单位也会来主动表示关心的。歹势，第100上天师挨着都真紧张，唔就应该看得出来哈。我来小结一下，26年前总文医写《加巴兰英200》那本书，其中的阿爸，我记得该两次佢带点细细嘅爱，还有阿姊拜访各地嘅228苏南家属，鼓手制作单位拜托阿爸，天数联络头上嘅228苏南家属，经验是就老条路架跑落嘅。带点鬼村人的依然边上边下，想要写出一群真上做事的人所失去性命的故事。1947年3月19半夜，创业上打破头上整个店庆，天然里打造到亚下的青年宫广场，动作太闊嘞，卖点7個死神。宜蘭警察科、推理科中也封固，宜蘭警察李警法。赖阿圖還有真正日本嘅慈禧嘅原因，聽講係因為無人同當時警務科長羅泰維90分鐘殺本人報嚴肅，照家屬嘅講法，宜蘭醫院院長郭總言，宜蘭農教嘅推理教長蘇耀邦，喺228期間係228嘅處理委員，因為強壓處理傳染病嘅問題，第二當時宜蘭市長朱振中，但因台灣銀行宜蘭分行行員嘅林彩玲。係因為一群軍人愛領公款，思想無判好，無本地就2000殺本人公報私塾，但切實原本愛再去大馬沿海邊填海，就係亞家嘅作案號，所以因為佢嘅團體就填啲青年宮頭前做一擺慈禧。喺羅東貴州度，從天會看到一位目睭看唔到嘅老人家，佢親口唱歌嘅帶本小朋友歡樂。喺頭上228事件度，切實杜康就有4個警察受難，係對尋到其中警務科推理科長也封固嘅微錯葉朝前，其中係個親口唱歌嘅老人家，啲個等下就來。我要甲你帶福建，你教我安尼，我教嘅人送去老啊嘛，對無？是啥物代志？無啦，是要講2禮拜去土城嘅代志。因為講咱講聖東是要我就知影，我就講，我也未先人，我。阿伯知影啥物就講，伊嘛袂亂講啊。我要開什麼亂講，他無什麼通講啦。他是急性病啊，無經過我。一個現場本來有啲無急無實，唔知係唔係因為係啲個驚228嘅事情，
阿姨个掠到通州，爱团唔知迄唔迄味道会报复亚爸爸。亚爸爸讲，128发生嘅事件其实切切听听。宜兰县妇政事务所嘅资料有讲过，父亲以事变时外出失踪，查无人性。1947年2月8发生吼，阮爸爸是3月18掠去，3月19随家再去要投城迄边探海，遐其中吼讲桥未当过啦吼，都正来投城，即庆安乡遐吼，咱都马都经行遐解决。台湾公布后，当128发生期间，曾以政府展现了言论自由的空间，鼓励是非结杀。人民对未来开始有更多的想象。老到台日本出名过后，台湾人总算做得出头天呢。不过文化背景无强的统治者展现出来的贪污，老对台湾人的无信任，深迷还是对新的春天失望的。遐这张相片哦，是阮阿嬷去做新闻口的时伊藏的，这阮老爸在生的时纪念的相片。甲巴兰资料讲过，今年有探索来只强班，探索就喺太甲海以北、苗栗、新竹，一直到台北市，做嚟看出有众多係宜兰人。都係對客家地區駛過來嘅，到夜下依然有眾多唔曉講客嘅好樂客，就連阿爸，每喺啲禮拜嘅採訪當中，都發現到佢身上有留定客家嘅血脈。客家識嘅蘇南味噌李長海講，加工就係討厭這片嘅客家人。因為阮厝嘅是採貴姓王，採貴姓王啊，那一定是那個客家人。另外一個，我們公媽卡米特是礁安、少安，那就客家鄉。228發生的時候啊，我剛好出生3個半月，因為我父親當天在民族派出所執勤的時候被人家抓走。聽人家講說，頭城的媽祖廟啊，就是現在的慶元宮啊，前面那個大榕樹下啊，說挖了2個坑啊。那個人哦，在那邊槍斃，都踢到那個坑裡面埋起來。我是42年次，228發生的時候，我還沒出生呢。以前那個腹地還比較大，就是在這邊附近。豪哥的位置大概是在這邊了，那時候小孩子感覺豪哥很大，1米多啊，1米多有，小時候的氣氛就是這邊就是禁地。我們小時候來這邊玩，小孩子都會聚集在這邊玩，大人都會講說那邊有鬼。一個案呢，83年有4個無強用嘅案件，國軍20歲時脫離團用評論做理由來作人，到夜下嘅宜蘭縣篩檢處關於安部，天2日就本人辭世嘅。有嘅人本來係無常識嘅，不過啲強熱本人帶上強台查嘅強責事件來受難。本年做起來嘅83年，搶13無事。聽講蘇南竟然賴阿圖嘅味噌賴神武，還帶到宜蘭市。不過製作單位聯絡佢阿伯，佢都唔肯答應。他現在有嚴重的憂鬱症啊，都怕接觸到陌生人啊。製作單位無奈何，就將阿伯老強用喺蘇南家屬嘅李長海直接去拜訪，對他處罰。但是我就不好叫他。當然，你也基本上不要靠近。我哋聽講，阿爸得到憂鬱症，無想去出門，咩無想去見人。我哋拜託阿爸老李長海先生簽名個字拜。對，伊講十幾年無來看你啊。我甲講你人唔好啊。開始，大家嘅拜託過後，賴阿爸總算答應舒服嘅。我到目前為止啊，阮老爸無第迄個狀況吼，也會安尼反覆吼，迄個影像攏出來。雖然我是無看阮老爸有槍斃嘅是安那迄落。見大在古建前線索，賴阿爸將發現這間沒有客家嘅血統。恁來講是有過天尊嘅日子嘛？外講是客人城嘛？
龙洞的客人。阮外公的讲话，我嘛感觉怪怪的，安那个宜兰的讲话无共款。腔调无共款。嘿啊，你插一条铁台。宜兰盐山县宜兰拢间谍全部客家。东山嘛拢客家。采访到亚下，我上基本的清代嘅成果，像係拉阿伯嘅笑容嘅。头前嘅故事也蛮讲脱，家下我有讲到，本人做起来嘅83年，抢有一杀无死。其实係宜兰有天橋嘅天星科長林金春。228發生家下，宜蘭嘅情勢咩動亂，外省來嘅警務科長羅太偉想要留台北來辦救兵，將林金春打天波冇成功，故所報嚴肅。後來的職務上，林金春是留水檢處掉個天花，本水檢處團長認出來，其實冇事。但冇想到嘅係林金春嘅夫人林趙元鳳阿婆，也下係喺啲頭上。好，你去走一走。我们的老家没记得啊，我都忘记了。你家几位有啊？妈，爸爸是细汉的时，就住伫遮大汉的。我结婚嘛，你结婚嘛伫遮。爸爸迄个228的时啊，就是伫这间厝去上班，互掠去。别人拢呛煞死，他被救了，对，被救了所以逃过一劫。厝的上到病人客家嘅老母，讲到头白嘅故事。林金春3公228，在啲後部嘅拍攝恐怖時期，因為參加讀書會老思想改錯，本人做起關心2年。唔過小姨嘅屋卡人會過到樣板，我就聽聽阿姨將去教屋卡看下咧。这道鱼是以前爸爸非常喜欢吃的鱼，是妈妈常常做给爸爸吃，然后妈妈教我的。伫外口嘛是买啊炖来当呢香红的呢。之前也是回来，到处被打压，所以那时候生活也蛮辛苦的。林金春老林鄭元鳳阿婆叫我一個拉嘅3個妹嘅，阿婆也下做阿太嘅。子孫到身邊，其實都同歡喜。我哋問到228嘅事情，佢簽名句想要攞頭擺嘅片段接起來，唔過就會冇辦法完整。就像林金春並228攞拍攝恐怖切口來嘅人生共用。阿姨，我們攝影大哥，我幫你。你還是到我家的。佢就係蘇南仔一豐富嘅天野貓嘅王昌蘇年。基本上愛帶我哋來行看那回憶那條路。一開始就住宜蘭，我是在宜蘭生的，出生宜蘭。小城可用嘅王阿姨係個路線嘅人，一路行講笑笑，天天踩係慢慢集圈當年嘅司法地點經驗強，我哋嚴時感觸到阿姨點清下來。我上次去中部，完全不一樣。你那時候站在哪裡？啊，你那時候是在？我不是啊，我沒有到這邊，小孩子啊就在那邊等啊，那就不曉得是在這邊還是那邊啊。對，好像在右邊那邊，那個有一個很大的那個廣場，在那邊收屍，好像是掏溪，知唔知啊？掏了，用偷的啊，那個血跟土的那個味道哦，一聞起來真的，現在還可以體會得到哎，啊，好傷心哦。70年前嘅總統，就算到野下行起強用總統，我實想過，王阿姨嘅開容喺總統過後嘅慷慨，行起其實更加行較深。你是迄個葉先生？對，我係查某囝。哦，我是迄個林金春的查某囝。哎呦，真的嗎？啊！你辛苦誒。啊，我唔捌來插這個代志啦。冇緊。我捌來插這個。啊，你爸爸好無？你敢是坐輪椅哦？
妈妈坐轮椅啊，爸爸往生去啦。往生去啊。嘿啦。啊，其实我本来拢欢喜来到遮呢，啊，就是不由得艰苦啊。无经过面嘅两三年，本来全无关系。是因为共同嘅事件、无共同嘅记忆，产生相同嘅连结。记得讲司法嘅人加上原定悲伤，连事事都做唔得。喺地方人士路站上嘅协调下，将做地啲半夜条条事实，带转去判后事。电影人嘅记忆就像天使座嘅气汹涌。也摆来宜兰，咱我一个重要嘅目的，就是天天望阿姨去劳动，看见露台入潮前。上摆见面係30年前嘅事情呢。到劳动嘅时节，团务嘅还落地太熱，啲學教司令台定係條東橋嘅1爸做到破破嘅，強樣堅持冇喺啲教務卡見面。阿嬌啊，係，那啥，你當行路會好勢？無好勢啊，無好勢吼。我坐輪椅，你看，我坐輪椅啊。哦，你坐輪椅吼。哦，你甲我塞啊，係啊。哦，安尼哦。哎呦，啊你會領未啦？未啦。我無紅接濟啦，我是忘記，我靠我母親就對。我阿媽做家事，我阿媽7萬，哎，我媽媽做裁縫安尼啦。啊，阿姨照顧啦，大家照顧啦。阿姨照顧真濟啦。安尼爾，是我的養母啦。因為伊會嘛。相依為命啦。啊，阮二姐會做查某囝，哦，啊，咁樣回饋都對啦。即擺講回饋啦。我姊妹好啦。日本天陽神院小五地步有一句話，係唔記得自家嘅名嘅，就會潛到裝起伏卡嘅路，也係捱裝順啲嘅。咁啊，嘅頭擺阿爸總會帶啲捱去拜訪228嘅蘇南地點嘅，可能係佢上心，我記得真有辦法裝伏卡，我轉到伏卡，將做地帶啲228嘅微錯看到真相，我係睇後生，係啲嘅上也係乜嘅意思。228事件都也係71年咧。對亞條失去伏卡人嘅微錯來講，最重要嘅係將有真相將做地標下。亞下嘅人唔會講因為做錯嘅事情殺失去性命，唔過面對歷史嘅遺憾，我哋按嚟做錯誤。228事件冇應該將係記錄，應該去幫後人來了解蘇南仔留嘅條微錯，佢哋用生命講嘅故事。喺個冇面對藍天就唔會強烈。